點解你一直都好努力，但係又唔見你成功？可能你忽略咗一樣嘢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onica，擁有10年嘅經驗、財富吸引力同埋潛意識能量顯化嘅顧問。過去呢，我就幫助緊百幾位嘅創業女性同埋高人士，等佢調整佢哋嘅財富頻率，令到金錢主動去流向揾佢哋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我明明都好努力，結果呢就係原地踏步？點解我身邊嘅人，佢哋唔使做啲乜嘢，但係都咁成功？唔係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你忽略咗一樣會影響到你嘅人生，就係關鍵能量。今日咧，我同你講解係呢樣咩意思吓？自我創造個實相，你知唔知？你係每一刻都創造緊你嘅人生，你嘅經驗，甚至你遇到嘅人，你嘅運氣，全部都係從你嘅潛意識投射出嚟嘅實驗劇本嚟嘅。你點樣諗？你點樣嘅生活？你嘅思維就係顯化嘅劇本。啲人就會問：喂，究竟咩意思啊？嗱，我哋大家都有睇過呢個TVB 嗰啲劇集噶嘛，係嘛？你基本上咧可以推測到下一步係講緊啲乜嘢，其實都係你生活嘅一部分嚟嘅。思維其實就顯化到你個劇本。當你經常性話：唉，我唔得噶，我唔夠好啊，我運氣差啊，其實呢一啲就係反映到你嘅內心嘅悲劇嘅劇本。其實現實就照你所寫嘅劇本咁去演出嚟嘅。你唔係唔迷信，而係你呢啲係心智模式嘅外化。另外一樣嘢咧，就係個覺察力係第一步嚟嘅。咁你有冇觀察到過你自己嘅腦？你有冇專注過目標嗰陣時，你個諗法飄咗去邊度？環遊四海，還是係咪經常自我否定，都未嘗試講我唔得㗎？即係你已經否定到自己。其實呢啲係潛意識決定咗你嘅能量，因為能量咧就係創造你嘅現實嘅。所以咧，我哋咧就將個轉念轉咗係轉命運。你嘅性格就代表你嘅人生，所以你要顯化新嘅一個人生，第一步就係要先去察覺你所諗嘅嘢，要誠實咁樣去面對自己，然之後再向呢個宇宙發出清晰嘅信號，先落訂單，話俾佢自己聽，我係值得更好嘅人生，我亦都願意自己去創造更好嘅劇本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呢個內容，記得 like 我同埋留言訂閱我嘅頻道。我會繼續分享更多日常生活嘅顯化。如果你係喺自我醫療調整嗰方面有任何疑惑，或者唔知點樣做，或者唔知點樣去自己去療癒，可以隨時喺視頻下面留言俾我，或者私信俾我，我會盡量會覆返每一位觀眾嘅提問，令到你哋生活越嚟越順利。其實吸引力法則同埋顯化嘅能量，甚至潛意識嘅重編嘅內容，你唔需要一定要硬碰硬嘅，你亦都可以靠自己去潛意識重設，去令到你顯化更加成功，更加容易嘅。我係 Monica，記住關注我，下個視頻再見。